你是李丢，唔是。娶某，会当好不？不这样吧，假扮玩你啊！今仔日正台姐李布朗特别来到南投草屯的长河里，要找一位全国上少年的高水里长，除了会去参拜全世界上大尊的财神爷，还会甲当地老大人装趣味的问答题哦。这个台语真落差李布朗，伊咧讲啥？老大人唔知听有无？咱继续甲看落去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李丢是 Angel， 耶！嗨，我是日本来的木村正太。はい、始まりました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見てこれ、めっちゃ綺麗ですよ。ね、この田んぼ、緑が生い茂ってて、はい、僕は今この台湾の草屯にいます。でね、僕がここに何しに来たかっていうと、聞くところによると、ここには天使のような李長さんがいるんですって。ね、で李長さんっていうのは、日本でいうところの村長さんみたいな人なんですけど、実は僕ちょっと李長さんがどこにいるのかわからないんですよ。ということで今日は李長さんを探す旅に出たいと思います。それではレッツゴー！よし，我这一条，疲れた。啊，来看李长，伫遮无？行行行！哦，你敢是李长？唔是，你是李长？唔是，誰？你是李长？唔是。会当带去李长哦？你看有资格吗？李长？哦，李长，あれ，就少年诶，可愛い。现象少年的李长。哦，よろしく。哦，やった。OK，会当娶某。会当好不？免。哦，一个，再用它啦。啊，你做李长，什么影响伊？较近的吗？较近的。住伫遮的人，电火感觉伤暗，阮家用较远的。嗨。啊，结果边仔的人感觉伤光，困袂去，搁要困袂去。嘿，困袂去，伤光啊，困袂去。哦，袂晓安尼。拢有啊，啥物代志拢有。啊，第二项有一届是有一个阿姨，讲伊甲伊的男朋友分手啊。阿姨男朋友分手。啊，阿姨就感觉足伤心的。阿姨嘛，毋是想要我甲伊安怎处理代志，伊就是想要有一个所在，讲出伊心内的话。嘿。李长，嘿，请好讲什么特别的物件带我去？安尼我会使带你去一个特别的所在。哦，特别的所在。嘿，咱这有一个财神爷庙，就是互你拜神求财，会使大趁钱。趁钱哦。嘿，趁钱。哦，我爱钱。嘿。我无钱。拜伊就有钱。哦，有钱。嘿，安尼我带你来。就好诶。迄是你诶？哈？你？嘿，就是我。高嘴。是个。阮家啊。哇！就大。这个就大诶！全世界上大尊的财神爷。哎呦！这是一个法院祈求发财金元宝的所在。你有看到中有一个金元宝无？你若是用这菱角啊，等着伊的金元宝哦。伊就财神爷来甲你帮助你大趁钱哦。哦，钱。嘿，咱即摆来比赛，用这菱角仔来顶迄个中的金元宝。好，我先来。哇你！
搁一届，搁一届，搁一届。啊，搁一届。哎呦，查甫人爱较准呢。好简单诶。喂，你是要等偌久啊？我才等一下嘛呢。你知影我是啥无？你是啥？我就是人肉翻译机。人肉翻译机。昨暗在深夜就打电话给我，叫我伫遮等你。你的台语是毋是足破的，足两光的？台语问我就对啊。这段旅行我陪伴你，你的台语绝对无问题。Check it out！ 人肉兄，拜托诶。喂。好，来，活动开始进行，咱邀请咱的皇后来讲笑话者，来，甲欢迎一下。一对阿妈某啦吼，因某拢头拢会戆啦。逐个出名也介绍讲，咱这顶来有一个吼长山山的吼，足有赞美哦。因安怎甲带去互伊看？长山山讲，欠坏哦。欠费，因安就想讲有影啦，身体无偌好，拢无看伊安尼就对啦。尾啊，都对，就想无较骨来看伊。结果一礼拜了后，再来又赞美啦，郑先生高难度哦，莫气者讲，我咱拄的，他讲高难度的，谢谢看妈。谢谢。安尼听有无？你是讲？高啊，高啊！哦，这有够黄的，足粗的啦，足粗的啦，这用加雕啦。咱听无讲伊啊，哦。大家今摆进行助兵的 game を。助兵問答題。だって皆さん今から始めるのはとっても簡単なクイズです。なので皆さん一緒に楽しみましょう。来，两名进行問答題。第一题，噔噔，昆明林当中，王子为着要互公主醒过来，做了啥物？公主做什么代志？公主还好，醒来。看阿妈你讲。金嘛，哎，对，答对。看阿妈。来，俗语讲，形容人外行，要讲田婆往倒位。山婆往倒位。举手，举手。继续。好，来，巴豆，唔是巴肚哦，讲台语哦。卡层配啊，好，恭喜答对。恭喜恭喜！颁奖，谢阿公爱谢。加油哦，阿公加油哦。阿公加油诶！无啦，讲台语讲好便哦，好啦。就伊讲食芭乐混盐，是形容这个人安怎？闭格，唔是比价，唔是比价。杨国祥咸国虾这个人安怎？杨国祥，咸国虾是啥物意思？当孙啦，安尼就对啦。再来就是一个生活的题目，就是咱即摆若是一碗水顶头用手画一个鱼啊，甲吞落，代表啥物意思？这有啥物功效？胡啊水啊，胡啊水，唔是，哇塞！唔对。好，来，搁有一个，直接讲。我白有，我白吃啊，我袂食唔对，够其他答案无？这鱼爱水哦，嘿，是营养嘛，应用。鱼爱大只。哎，你爱大只吗？安尼唔对。哇！好，来你讲。这个意思啊，嘿，跟着一起来，答对了，谢谢。再来一包。我们今年几岁？我今年95，哦哟，啊名庄少飞咧，我18年厝的啦。啊问我讲，你是几岁啦？我讲我就18岁尔啦。啊，我大人叫我18。外号就是叫18岁，18年厝的阿嬷，18岁。じゃじゃん！日本
去台湾运动是啥物？日本来台湾的第一个运动。对。不是日本去台湾，是日本来台湾的日本，哦。对，拍手。日本来台湾。咱来表演一个。来摇手，摇手。网球，网球不对，唔知。换人。讲球讲球就是野球啦。哦，对。同款的意思啦，嘿同款的意思。讲球野球。慢讲。阿嬷18岁，阿嬷。阿嬷谢谢哦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我苗都错成是啊，我是90几岁啦。哦，看袂出来。你有钱哦。是的，伤济啊！等下吼，我出的题目会足简单，较多认为哦，题目伤难啊啦。会晓讲台语足简单啊，对啊。哎，会晓讲啊！保证简单。来，先举手的哦，请3位，敢会使表演一段行一条的表情。哇，喂。来，阿妈，这个都可以，这是行一条，这是行一条，对，笑嗨嗨哦。拍下来1、2、3，行一条，行2条，行3条。我现在讲来一个。差不多题目就到这咯。嘿，趣味的，咱的问答题今仔日到这段落安尼，感谢大家。感谢你。小林阿姐，假霸王你啊！我做不对好饱，好饱，就好。哎。小林自己爱喝一个肉，较大粒吗？就这是我的阿姊啊，你是你的阿姊。哇！哦，这就是爱家。对啊，这就是我的阿爸哇！你爱的肉丸，啊，这就是我的拜拜。今仔日有爽诶，有食诶，是大家真正是美好的一天，大家拢见识小看，你就是 A 加。